三星 S24 Ultra 屏幕損壞爆芒換芒，手機防唔防水？防水能力有幾厲害？你見到我咁輕鬆就能夠拆開個後蓋，你自己都有答案啦，唔使下下問人嘅。拆開個後蓋，移除全部螺絲就可以好輕鬆咁移除主板、電池、喇叭、鏡頭等等嘅配件，能夠拆出嚟嘅全部都拆落嚟就係啦。跟住響個新芒個零件嗰度，將頭先拆落嚟嘅配件全部裝翻上去，咁就 OK 啦。睇落就好似好簡單，實際落手做就一樣係咁簡單啫。後蓋除膠呢個動作，好多師傅都唔會去做，嫌除膠麻煩，懶先係最主要嘅原因。直接擠膠水冚返上去就係啦，拎幾條橡筋，好似綁大閘蟹咁紮住部手機，交返俾個客。響我呢度整機，後蓋一定會除舊膠換新膠，有時除膠花費嘅時間比維修嘅時間仲要多。換上新膠完美貼合，唔會出現溢膠嘅情況。過得到自己，先能夠過得到人哋。客人睇唔出部機有拆過，咁先會滿意收貨啊嘛，係咪？多謝大家嘅收看。